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去唱婚宴了，这一场是去年年底就接着的。出发，朋友们，这2年演出啊，我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，就是这个婚宴类型的评弹啊是蛮多的。大家看我发的都是去唱婚宴，但是孩子满月酒去唱评弹的基本接不到，可能最近3年都没有发过。4、5年前演出的时候满月酒还蛮多的，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普遍都是不想生孩子，或者说结了婚也是丁克。可能经历了那3年啊，大家都是觉得要享受生活了，更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想把那种痛苦带给下一代。掉头到了太湖新城，朋友们看这个酒店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叫恒利大酒店，蛮漂亮的。找个位置停车。估计才是今朝结婚，吃醉这个。祝你们新婚快乐！现在的婚礼形式是越来越丰富了。来看看今天的新郎新娘。今天这里有80多桌，属于我们唱的里面比较大的婚宴，人太多了，找不到新人，我们先进去了。今天这个厅非常的大，基本上一眼看不到边。我们归我们，先去换衣服。今天坐满了，我们吃快餐。镜子快吃吧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只请了我们评弹演员的话，那肯定可以上桌吃。但是今天演员太多了，只能吃盒饭。我们差不多还有半小时上，吃饭够了。今天这么多来唱的乐队，都是老乡鸡，知足常乐，有的吃已经不错了。今晚的如约而至，和他们共同分享这美好的一天。最后一个果盘都上了，我们的演出还没轮到呢。我和镜子都犯困了。Later， 演出结束了。今天真的很累啊，主要是我们后场候了2个小时，我们是最后一个上台的，而且很可惜啊，也没有人给我们拍视频，所以今天唱的部分都没有了。之前我经常看到粉丝说，为什么有时候只有你的唱，没有镜子的唱？我想说，下面有粉丝拍已经不错了。今天因为是最后一个节目，都没有人拍，连我唱的部分都没有。还是赶紧开回家看看儿子吧。弟弟，爸爸回来啦，给你奶粉钱尿不湿赚回来啦。来看他自己站起来，哎呦，真好，厉害了，现在自己能站起来啦。只希望你健健康康，快快长大。